白色10號3分炒冇籃板。黑色11號3分炒69號防守籃板。白色6號3分炒6號防守籃板。黑色15號3分炒11號進攻籃板。8秒進攻。白色30。白色10號。白色69號3分。黑色6號2分鐘。白色6號3分炒3號進攻籃板。6號2分炒黑色6號防守籃板。6號3分炒黑色6號防守籃板。你唔好出聲啊！我自己都計緊，你咁樣搞亂咗我，問我仲。8秒進攻。5秒。3秒。白色10號3分炒69號3分炒11。好難聽。因為就冇講我哋，又搞唔掂就，咁咪唔講。睇唔到啊！我呢度根本睇唔到佢 number，睇唔到。
30分做咩白色？我見你撳我先撳翻佢喎，我唔知啊。舉埋手醒，你都要寫幾多我先幾多㗎，我唔理㗎。深色3號2分，邊個做工？好做，有做工啊？咁講啊！我睇唔到。